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低压带和西南风继续影响台湾，台中以南9个县市大雨特报，彰化上大雨，水是淹到脚头有来。丰台丹那市扫家具，县府统计企业财损金额7亿9000多万，农作物财损是超过2亿。美国开始公布扣税比率，第一批批名单上侪扣40%，台湾还未收到通知，目前是继续在谈判。新闻头起先来看这，虽然风台是已经离开啊，不过这几天啊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是较无稳定，各地头拢会落雨，尤其中南部可能会上大雨。台中以南9个县市拢发布大雨特报，气象署表示，爱等到拜六，这天气才会豆豆稳定。虽然丹那市风台已经离开台湾，也毋过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较无稳定。气象署表示，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甚至是落大雨；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也那东部地区是侪云，山区要注意西北风。在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之下，今天目前的话，在台中跟彰化这边的话，是有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那今天清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拜二各地温度也偏悬，平均伫32到35度。伫台东地区可能会有火烧风。气象署预估，自拜六开始受到高压带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才会恢复稳定。拜六过后，温度也会回升。预计要从周六开始，随着太平洋高压的逐渐增强，那低压带会逐渐的北移，所以从周六开始到下周2这段时间的话，天气上面相对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恢复成夏季型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自拜二一直到拜5，各地落雨的情形嘛变明显。气象署拜二也针对台中以南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嘉义山区、高雄山区是豪雨特报，彰化市大水雨特报。气象署提醒，未来这几天天气拢较无稳定，各地拢有可能落雨，提醒民众若是要出门，爱记得扎雨伞雨伞，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风台回南，台湾附近的对流云系是真高。彰化早起上大雨，这鹿港甲福兴伫咧3点钟内就落100-200毫米啊，已经是大水河等级。鹿港的马祖径水未赴透，这庙埕的水是已经淹过脚头有。大雨落袂煞，彰化西北顶部上大雨，侪所在袂赴排水，拢淹水。鹿港老街附近水嘛淹甲真严重，店家无法度做生意，为咗民众嘛唔敢骑奥多摆，拢用牵的。你真用牵的？我骑奥多摆，唔捌拄着水淹咱船，点只多20万，唔捌水啦。除了行路积水，鹿港天桥宫嘛淹水，庙埕前甚至水淹超过脚头区，天公路的路骹嘛拢浸伫水底。主要是早上的部分的话是强降雨，所以突然间的那个大雨雷雨的部分的话宣泄不及，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淹水现象。目前对流包在近海，然后移进来之后，造成其实是台中跟彰化比较明显的下雨。那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呢，其实不仅仅只有今天，一直到11号。气象署表示，彰化西北顶部、伫鹿港、埔盐、秀水、河米、丰原等侪乡镇3点钟内拢落超过100毫米的雨，甚至福兴乡落超过200毫米，已经是大豪雨的标准。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安尼无稳定的天气会延续到拜5，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风台过境，害一寡飞行机无法度飞，国军昨是倒数运14纸，拢总载13000外人。不过金门机场今仔早起，阁有上千人是等无飞行机位。目前华信航空有加开航班，军方嘛加派军机，甲人载转来本岛。请问有500号以前的吗？现场民众是真着急，咧等叫号码，希望会当抢到候补的位。金门双机机场大厅，西北透早就有真侪旅客。受到丹那市风台的影响，金门往回台湾的飞行机抓规拢乱去。军方初期安排8架次的运输机来协助疏运，差不多疏运560个人，不过效果有限。现场会当看到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是飞去台北、台中，也是高雄，全部拢客满。游客是感觉真无奈，敢若会当踮以下咧等，希望有个加开的飞行机抓。今天我们5点多就来后5点多候补是几号？300，往台中的是350，台中的350，高雄140几。
有希望补上吗？他们有希望，我应该要住在这里。要降到2000才会轮到你们的意思？我们打算明天再来啊。我已经决定要明天再来了。这里也不能过夜。其他的离岛亲像马祖的航线有恢复飞行，嘛已经有先协调国防部支援飞机来协助疏运。现在伫个兰屿嘛有旅客调地遐，已经有安排疏运。另外，高雄往回澎湖的澎湖轮是临时加开一帮船，有民众专工为高雄小港机场赶来这要搭船。我是刚去机场补票，然后机场有广播，所以我才赶快过来。对，要回澎湖上班。这届丹那西风台来是透风落雨，严重影响航班的起落。国内线已经有152个航班取消，国际甲2环的航线嘛取消33架次，万分的有17班。业者有加开航线，国军嘛持续协助疏运，希望和民众赶紧返去厝里。记者综合报道。风台雨扫中南部，台南满岛的文旦是落甲规土骹，损失要9成。本地搁1个月就会当采收啊，但新配是拢乌有去，国军嘛有出动来斗拼扫。几千粒的文旦本正搁1个月就当采收，即阵煞互丹那些风台强阵风拢总渗落地，互满岛区农民真无奈，买口无目屎。本正今年按算产量搁袂歹，嘛有真侪老顾客早就拢注文，无意外风台来扰乱，即阵剩甲剩1成，就算有条咧树丛的，到时开日头搁会落，农民哪讲哪流目屎，心血拢乌有去。去有够济啊！迄面安尼，去偌济出安尼。是啊，几点开始去？啊。5点我就出去啦，是抢飞墙啊，无你看拢无了了啊，啊变钱啊，就油啊较贵呐，肥啊较贵呐，啊我甘苦偌济安尼。拢害去啊啦，因为你目前诶树仔顶悬的，无代表讲伊袂播落来啊，因到咧会好天会搁播咧啊。半岛镇文旦的面积840公顷，平均一年有2100万公斤的文旦通采收。靠天食饭的农民无时间怨叹，因为灾后的工课才拄要开始。透早市府嘛协调调160个国军进驻满岛区来整理加横，因为人工车辆有限，主要先针对安静安业比头顶7个里种文旦面积较大的区域先清运，由高农先甲六个集中好势，再请国军到搬运送去清洁队掩埋场处理。咱们溪啊，沿岸这搭吼。安尼扫起来啊，一个区来做。当然呢，除了国军了后啊，公所这搭嘛会当配合啊，农会配合油啊路啊，继续来斗拍拼。因为这毋是1天2天的代志吼，这啊爱有几礼拜时间来清理。今年头1粒风台就予南台湾损失甲遮尔严重啊！满岛文旦是今年来上严重的，农业局嘛回应，农业部初期有公告，台南的农渔业通申请天然灾害救助，符合资格农民初8到2日会当向当地公所提出申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那屏东这摆做风台农产损失上严重的，就是金蕉。农民表示，去年3多季风台过，才打定正新的，想袂到这摆阁去互风台吹倒去，损失真严重。农业处统计，金蕉受损的范围有151公顷，损失的金额超过1000万。行入金蕉园，互风台吹倒的，拢割甲差不多啊。有的落枝啊看起来阁好好，就捡起来卖。农民表示，虽然有的金蕉看起来好势，但是互风吹过内底有影响到，唔知影。爱等到收成才看会到生了有水无。阮呢会使，咱就用来卖，咱袂使就脱角啊。即届嘛是足食力啦，嘛是该食啦。安怎讲？只是我会挂甲差不多啊安尼啦。哦，你看因对面的嘛是拄仔要开始画嘛是拢当的就无效啊。有的运气较好的农民已经收啊差不多，但是嘛讲即摆风台影响真大。根据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到7月初7，屏东金蕉损害范围差不多有151公顷，损失的金额大约有1040万，主要集中伫高丘、内埔、万万甲盐埔。县府讲，风台过啊，会开始协助处理农民申请补助。屏东的香蕉的话，大概有50%以上都受到灾害。在收的吼，拢是夏天，啊，都去年山头耳吼，啊，伫个秋天的时候吼，甲弄倒去，啊，即马如果它整理起来，旁边的溪呀，刚好满了大概10个月左右，结果又来这样的一个侵袭，它正当要采收的时候。啊，又吹倒了。九如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有的农民去年3多2过较顶种的，结果差不多要收成，佮拄到单仔死，实在真艰苦。
伊嘛表示，受到丹纳西风台节目影响的金蕉，价数差不多会伫1个月了后开始起价。目前的价数阁算稳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关心政治，金华社案继续开庭。台北地方法院以证人的身份传请台北市道委会基长欧丰庆来质问。欧丰庆讲，当初时接受证信，讲袂好势，笔录内容和伊想要表达的无啥共款。而且咧确认这笔录内容的时阵，这廉政官一直咧甲赶，叫伊免看遐详细。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先落警备车，台北市议员杨巧薇了后也逢提讯到庭。警方涉案车牌继续开庭审理，原来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是继续请假住院治疗。法院即届开庭传唤2位证人，透早由前台北市道委会基长欧丰庆先接受检方的拷问。除了就初步研究的意见内容继续理清，伊也伫庭上表示，当初时结束征信了后，对家己感觉无奈生气，因为疲劳，头一届放新闻，自认伫陈述的过程用词无够细致精准，也无应该加上个人评论，提出笔录甲伊想要表达的无啥共款。佢讲伫核对笔录内容的时，廉政官家吹。证人要看他笔录上面的内容记载的正不正确，直接催促他。说大姐，检察官在等啊，笔录不是公文啊，不用看得这么详细啊。真侪位民众党的党工甲立委拢到庭帮听参与，郭文地牵手陈培琪一透早也出现伫法院了后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下规工开庭，一部的拷问听书延换到另外一位证人，前台北市道委会官员桂泰琪。因那专案后一届开庭，按算伫即礼拜四召开，原地被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生，但是因为厝内的变故也已经请假核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政务处长张廖万坚6月底带团去帛琉出场，不过媒体报讲张廖万坚这抓是带某囝去，佮做伙坐公务车。张廖万坚先解释讲，除了机票，其他遮的大个交通拢无开着公家的钱，因有讲白贼愿意死头路。我非常坦荡啊！我跟大家报告哈，如果我所言不实，我愿意辞职。表示若讲话无实在，愿意请示落台。教育部政处张廖万坚，早机票收据甲帛琉的饭店收据，定清绝对无公私不分。伊讲，跳数请伊带团去帛琉进行运动外交的时阵，知经费无够，都表明家己出钱，家己无助理，就带外籍真好的太太。在当地的生活费、日资费、餐费。包括媒体不时提到我们动用公务车这个事情，完全是错误的报道。我们当地是自行聘用，说我太太用公务贵宾室，我要跟大家澄清，因为我坐的是商务舱，我不可能让我太太坐经济舱，所以我帮她刷卡买了商务舱，她当然用贵宾室。伊强调太太所有费用拢自费，家己敢若由体育署支出机票甲团保。报道讲，坐西馆的公务车是当地自费车司机个车。接受媒体用高规格要求政务官，毋过细节有出入，因为过去有真侪政务官带家属出去访问的证据。那立法会认为，应该为制度面来检讨，安怎互公务访问有条理营照做。到哪个阶层啊？是到部长的阶层，还是到署长的阶层，或者是哪个阶层？我想政府还是做一个明定的标准。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清楚的去界定的这个规范，也希望从这个事件当中，让公部门好好的去检视。有媒体问是不是运动部要成立，定了是运动部长热门人选之一做着针对。伊讲将来毋捌被政处部长的职务，运动部成立对台湾运动界是大代志。是不是有人安尼歪曲资料报道表示尊重，毋过无希望运动部的成立会有政治斗争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开始公布要扣偌济关税，第一批名单差不多维持伫咧25%至40%。不过名单内底无台湾，咱是犹未收到美国的通知。目前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带团继续咧和美国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台湾时间7月透早伫社群平台公布第一批关税通知函，包括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税率是伫25%到40%之间。不过内面是无讲到台湾。这笔台股大盘开价22,375.65点，盘中落到22,190.6，破200点。新台票开盘29.07块，落达2.2分，股汇双杀。项目可能还在协商，或是双方在角力了哈。比方说，现在传出来大概
概就是因为牛肉、猪肉产地标示的问题。那广义上来讲的话，美国农产品一直是它的强项，所以除了肉类之外，是不是还有像基改基因的这些粮食作物啊、原物料这些产品，也会列在清单里面。外界关心咱政府敢有接到美方对顶关税的通知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讲，目前还未收到，但是咱方经贸谈判成员目前同款针对关税议题和美方持续在协商。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是伫面册表示讲，台美双方还未达成协议，主因有可能是政府的美猪、美牛进口限制和汽车关税两大议题有关系，可能造成谈判掉伫遐。那还在谈，当然就不见得是坏事，就是还有这个谈判有这个降低的空间，应该关税不会比32% 更高。依照现在公布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谈到比25% 还来得低的话，那相对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并没有失去我们的竞争优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是呼吁较紧来完成双边协议。学者提醒讲，台湾手头的资源较少，这么代表星期二若国加上高关税冲击，对经济影响恐惊会真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是已经通知日本甲韩国8月开始会扣税25%，若辽国和缅甸扣40%上济。美国将办扣对顶关税部分会延长到8月初1。这个消息一个公布，美国主要3大指数拢大落。北京发言电视镜后一项的通知批广告指出，按算8月初开始对两国扣15%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发文，阁表示，若日韩决定提出报复性关税，美国会伫15%关税基础之上提出对顶的关税。Sending letters out on Monday having to do with the trade deals. Could be 12, maybe 15 tariffs are going to be the tariffs. I think we'll have most countries done by July 9th, yeah. Either a letter or a deal. Tariffs go into effect August 1st, but the president is setting the rates and the deals right now. 美国已经甲英国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佮继续甲中国进行谈判。川普了，佮宣布，拍算会8月初开始对马来西亚、哈萨克、南非、辽国甲缅甸扣15%到40%的关税，佮陆续公布真济其他国家的税率。美国对顶关税90日宽限期，初9特别到期。北京也宣布，川普初次签署行政命令，延长关税宽限期到8月初1。学者认为，川普将关税当作谈判策略，不过这可能互美国通膨升悬。He might make a big deal about the tariffs and how much revenue they might bring in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y sense is that he wouldn't actually want to see them implemented because of the costs that would then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and the drag that have on economic growth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伫川普宣布一项关税了后，华尔街主要指数拢落，佮宣布其他国家关税引爆全球目前前年纪录。美国继续大落，3大指数拢创3礼拜以来上大一日，落上济状况。公司新闻陈伟金编辑。有民众去新竹一间百货公司食饭，天棚煞落一粒乌乌，怀疑是鸟鼠仔屎，予伊是惊甲唔敢搁食。在餐厅业者出面回信咧，新竹市的卫生局表示有派人去稽查，要求业者赶紧改善。从天空掉下来，掉到我的手，这老鼠屎。伫百货公司餐厅食饭食到一半，天棚向落下来一粒黑色的物件。民众讲，这个物件看起来哪亲像鸟鼠屎，惊到唔敢继续搁食，赶紧找餐厅业者来处理。其他民众嘛感觉真离谱，我觉得蛮夸张的，就是感觉会有一些食安的疑虑，觉得很恶心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掉下来？就是他们的环境卫生是有点问题。餐厅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信咧，针对这个事件，业者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消毒。新竹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表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限时间要求业者改善。第一时间先安抚客人，那先跟他致歉。餐厅本身在每个月都会进行3次的固定清消。那也接获这个状况之后呢，我们也责成我们的消毒公司，针对消毒的部分再特别加强消毒。将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若有不符合规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4条，令业者信欠其改善，届时未改善，可处6万元以上罚锾。
百货公司的餐厅是真侪人介意去食饭的所在，为着维护民众食的安全，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要求业者落实食品卫生流程甲内部管理标准。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卫福部推动3班互爸爸制度，这顶个月底有8亿4000多万奖励金，其中南口中家病院领4000多万上济。另外有27间病院，这3班互爸爸是无达到标准。有护理团体都建议甲制度入法，而且奖励金要直接拨予护理人员。为改善血管护理降低人力负担，卫福部推动3班互爸爸达标奖励制度，鼓励病院补助护理人力。6月底第一摆拨付5.47亿奖励金，其中南口中经病院奖励金有4053万是第一，不过有27间病院无达标。3班护病比现在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呢，我们认为根本就是图利医院的一个政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做任何的改善，也没有落实稽核，还放水给这一些达标的医院做奖励。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113年3月到114年3月，17间3班互爸爸无达标病院，包含卫福部所属病院体系有6间，分别是部立台北病院、祥和病院、苗栗病院、丰原病院、中华病院、甲台南病院，奖励金是0。薪资待遇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112年增加了4%的这个待遇，那113年增加3%，那今年我们会继续来增加，就是他们的薪资。护理团体对达标率表示怀疑，认为即卖护理人力有欠缺，也希望这次用直接进入护理人员前提啊，佮将3班互爸爸入法。卫福部强调，达标奖金了后每个月发放，也推动智慧医疗降低护理人员工作负担，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提升护理人员优质度。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土城发生家暴命案，一个是在嫌犯前1天才违反保护令，向移送地检署请回，拄啊放回去就发生悲剧。检方表示，当初要放人的时阵有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不过这妇女团体表示，要保护受害者，就要靠规个社会资源的支持。伫咧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2段，找一发生家暴引申的命案。一个姓郑的查甫人驶车脚当咧骑车的姓张的牵手甲椅仔，佮对车顶举棍仔含刀仔攻击因，落尾伊的牵手甲椅仔送病院了后，拢救无回来。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深港逮捕犯嫌到案。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持续服务至今。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厘清过程，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事实上，这个查甫人常常家暴伊的牵手的保护令，伫6月25才拄申请到，7月初到这个姓郑的查甫人就违反保护令，互人移送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伫咧问话了后，就甲请回去，说伫咧吹气就发生这场悲剧。针对这个案件，检方强调，当初放姓郑的查甫人回去的时，有依法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来提醒受害者爱提悬警觉。也毋过，妇女团体表示，要预防保护，就先稳定相对人的情绪，嘛着靠家暴防治中心、社工、含亲人，也是社区的网络，安尼才有通全面发挥保护令的效益。也许是接触相对人的这个相关的网络，一个是除了把这个资讯带给就是被害人端的社工以外，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我们可能找到相对人相关的所谓支持的网络，也许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他认识的或信任，可以跟他谈话，就是让他情绪不要这么就是高涨。妇女团体嘛指出，其实保护令申请了后，常常双方也是会因为债务也是囡仔的代志继续接触，安尼也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除了爱继续注意，也要和社工讨论安全规划。目前专案后续是照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有一份针对囡仔性教育的调查报告，讲这囡仔性别观念平均艰难53分，要6成是无及格。而且有5成囡仔拢是伫咧网络顶悬学性知识。这间托儿所看到真平静，不过最近煞爆出重大儿童性侵的案件。澳洲一个26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涉嫌甲82岁以下幼囡仔性侵，目前已经封抓起来。对父母来讲，囡仔前出世，这个世界就充满真侪无了解甲风险，所以儿童性教育就是保护囡仔，较袂受到伤害头一步。有一些广告会有，然后呢，我就直接如果的是像是有一些影片，我会直接
略过啊。如果呢是那种跳出来的广告，它旁边就会有个叉叉，我就直接把它按掉。因为我都问ChatGPT，因为它都是从其他的网络上截取过来，那其他的网络是不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校方性教育的资源不够，或者是唔知要安怎甲爸母开喙的情形之下，不少囡仔就会选择伫网络顶敲锤。根据 NGO 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台湾的学生囡仔性别的观念平均敢若53.1分，要到6成无及格。有要一半囡仔靠Google家己学性知识，有5成3的囡仔已经完全袂记得上课的内容。显示教育的现场，甲囡仔实际上拄到的情形是差真多。这个资讯是非常泛滥的，但是我们的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落差是很大的。那可能是不止教科书，就连教师本身自己的经验，可能也都跟学生的经验是脱节的。毕竟现在时代变迁得非常的快。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呼吁教育主管机关。教材内容应该结合实际上生活情境，包括多元的性别、恋爱甲情感的发展，也有网络交朋友甲虚拟的互动。老师嘛会当用开放的态度来回应敏感的议题，互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学会晓辨识甲求助，了解分数的界线。记者综合报道。核电机组敢要继续拍，目前是还咧讨论，不过核废料的部分也无一个较周至的处理方案。多民间团体提出草案，推缩核废料的处理进度，呼吁调野做伙支持。台湾用核电伫要半世纪，不过核废料的问题也无法度处理，其中使用过的燃料棒、甲高放射性的核废料，要放伫核电厂的燃料池。目前敢若核一厂完成大小储存的设施，会当甲用过的燃料棒为水池啊刷出来，暂时放咧。环保团体指出，高放射性的核废料当面临无所在通放的危机。最进步的一个北欧、芬兰都要盖20年左右啊，所以其实如果现在不开始的话，未来核废料真的就是无处可去。那所以这才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危机啊。处理核废料无进度，要处理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更加无法源的依据。环保团体初八公布高放射性废弃物选地点甲处理条例草案，分做12章，拢总106条，经地点分做4个阶段，包括探勘、开发。地下实验室等等完整的规范，保障资讯公开、公民参与、甲损害赔偿的机制。公民参与程序不是急了，是必须要透过这个程序，来逐步形成高阶核废选址跟开发的决策。不是建造的问题而已，它也是一个政治诚信问题哦。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人们愿不愿意为下一代的环境负起责任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经济部针对核废料的处理，成立放射性废弃物处理专案办公室，讲目前会参考各方的意见，政府草案的版本也未出来。不过有甲民间团体、公民参与，双向学习的机制等等相关的建议纳入草案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新闻，罗西亚的前交通部长才拄予总统撕掉，过无几点钟就互发现死伫咧车顶，那像是开枪自杀。不过，这政府交代是拢无愿意讲是安怎要家己死头路。以火警员将遗体讲出来，罗西亚首都莫斯科郊区一台车顶发现遗体，头部轻伤。警方确认是躲避改职的交通部长斯塔罗沃伊，伊切早起才躲避开除，几点钟了后就被发现死伫家己车顶。不过，克林姆林宫拒绝对改职原因发表评论。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указа не содержит фразы «утрата доверия». В указ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м такой формулировки нет. Вот, и добавить м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ечего, это реше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伫担任乌克兰边境库斯克州长将近5年了后，斯塔洛沃伊去年5月被任命做交通部长。不过最近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事件造成罗西亚主要机场交通混乱，3天内取消485个航班，有88个航班被迫改道，也有1900个航班误点，造成数十亿卢布，新台币3.7亿的经济损失。Сейчас я до нюансов разбираюсь в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во всех субъектах нашей необъятной Род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Понимаю,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надежно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 это жизненн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斯塔洛沃伊也被认为甲一件牵涉侵吞国家资金的案件有关系。这资金原本用伫库斯克州防具公司的建设。根据罗西亚媒体报道，伊捌做过库斯克州长，有可能面临调查，甚至遭到逮捕。佮讲贪腐行为是造成罗西亚红线新贵族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
阿根廷的人权组织宣布找到第140位互人抛弃的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已经48岁啊。伊的爸母在生的时反对军政府转互掠去，打过40多天，伊总算伫咧顶礼拜五甲因阿姊相认。5月广场老母的主席德卡洛托，甲这第140位洪成功吹掉的孙的阿姊安德里阿梅珠，正式向外宣布，这个出名人权组织又搁成功互这世人毋捌3期的亲生亲人见面相认。这第140位确认身份的，是一位48岁男性，经过基因比对，正式身份，顶礼拜五已经甲阿姊梅珠相认。Entonces cuando él dice eso, yo digo, hey, acá estoy yo. Y dice, sí, ya sé, boluda. Acá en más es todo ganado. Todo ganado para la familia Metz Romero, pero también todo ganado para la sociedad. Bienvenido, nieto 140. 这位男性的老爸老母分别是梅珠甲罗文禄。1976年，两人拢是左派革命工人党的成员。这个党反对军政府。1976年12月，两人受安全部队拘捕。此当时，罗梅禄已经有生5个月，梅珠后来被带走，到当时下落不明。罗梅禄伫关押当中，伫布宜诺斯艾利斯秘密拘留中心生这个查甫婴仔，也就是这第140位被吹掉的人。5月广场老母估计大约有500位亲像伊这款的囡仔。出事了后，真侪是交由军政府的支持者带走，或者是施暴者的家庭来收养。人权组织也统计讲，罗梅禄也是军事独裁期间大约3万位被失踪的人的其中一位。由法医、考古学家，也有犯罪现场鉴识专家所组成的团队，按算后礼拜开始学，并且想要分别大约800个伫爱尔兰教会运作的大阿姆未婚妈妈之家的幼婴仔遗骸。There's only one place where we know for sure that there are human remains, and that is in the memorial garden in these subsurface multi-chamber tanks. So that's all that we know is that there are human remains in each of them. 苏当时爱尔兰社会对未婚妈妈是真排斥，也有压迫。2021年的报告发现，大约有9000位幼婴仔和未婚有身的少年妇人人，伫稳重数十年的收容庇护之家当中不幸过身。大阿姆这个未婚妈妈之家由修女运作，伫进前的危害调查作业当中，发现墓穴有大量的人类骸骨，也有幼婴仔鞋仔甲尿珠叶仔。这个大型的幼婴仔集体蒙阿布，上一开始是由当地历史学家凯瑟琳·克里斯2014年夜空发现，1920年代到1961年之间，有802位囡仔的遗骸被埋葬，年岁对拄出世到3岁拢有，并且发现这个未婚妈妈之家出世的囡仔死亡率15%，正式安葬的记录煞真少。这个机构1961年关起来，了后修女也对无法度守护阿母甲婴仔的尊严来回失礼。公司新闻温文玲编译。镜头转来关心丰台丹那市为家己定了，余德乡传出灾情，真侪电火跳断去，水甲电也拢无。乡公所已经对外讨救兵，跟现场的物资是正欠。另外，余德产业园区有一间矿工牛的粮食公司，这厂区差不多拢毁了，有5000栋树仔拢浸烂去。电火跳断了，怀倒伫嘉义县第19线路边，但那是丰台市1958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个为嘉义定了丰台破坏力正惊人。这地面上的浪板呢，都已经被吹落变形了。你可以看到后面呢，记者身后这边都是稻谷的储存槽，外形呢已经被强风吹得破损变形，雨水都已经灌进去了。这个厂主说呢，5000吨的公粮已经全部报废。余德产业园区这间粮食公司5个七仔杜尊组遭到重创，遭送大设备也全毁，内底5000吨公牛负责予国军甲社会救助，可能因为浸水去了损失超过1亿，也正希望政府应提供协助。那天就是被破坏之后，应该是有雨水拨进去，对，那这方面都还要再评估。那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我们更好的补助，或者是一些支持方案。当然，这个对我们是最实际的帮助啊。余德乡灾后断水断电，一般人生活无方便，连食啉拢困难。足侪所在无电，也嘛无水的物资啦，这足侪嘛无法度食的啊。乡公所初期伫面切求助，增进粮食饮用水，一暝之间各地物资拢总来，也有会台中塞车来的。没有水，没有电嘛，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提供像八宝粥这种东西，那。我们就串联了一下，就提供像八宝粥这类的物资过来，这样。目前看起来，收到的物资应该足够。
好，那我们会陆陆续续把这些物资发到灾民的身上。那如果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电力的恢复可能在今明2天会陆陆续续去恢复。记者向公所表示，物资目前已经充足，会分散到各地的民众，按算2日内会陆续复电。家机关区强调，各地路树电火条都较真严重，阻断交通的部分会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洪台为家己的布地定了，农渔业拢损失较真严重，二倍农业温室设施拢害去。官府统计，渔业财损的金额是1亿9000多万，那农作物的财损是超过2亿。官府要向中央申请经费。布地渔民的船甲白仔，拢因为风台海涌拍起来伫渔港顶面的布花，当着企鹅仔、乌边仔，嘛拢互风扇到岸边。即个风台扫过家己县政府农业处统计，企鹅仔、乌边仔有9500平，佮有350公顷的岛边仔，甲40外只的船仔，拢因为风台来损害。即只船吼，拄做转啊无偌久啊，停一只啦，即马风台来降安尼去啦，看即个了偌济啦。袂落水啊，去风台拱去啊啦。在渔港内这停泊的渔船、渔筏被打上岸还是翻覆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初估有42艘来受害，除了之前已经有2成收成以外剩下的8成以上大概都有受损的情形。那整个损失的金额达到1亿8000多万元。除了沿海地区的船只甲蚵仔以外，家己阁有真侪所在农业设施，嘛因为风台的关系来歹去，亲像应材主要产区新港乡，都有真侪温室歹去或者是倒去。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减轻因的损失。整个你若干那硬体部分，大概差不多1000万左右。这就不爱看咱中央会当讲甲农民斗相共一个无安尼无咱嘛无法度。就报名仔来啊，去互拆嘛，毋知有落来巡，巡都互拆伊咯啊，人嘛嫌着伤咧。足侪顶悬的塑胶篷布，拢总加歹有规则拢倒去的吼，所以这届是新港这个灾害温室的部分非常的严重。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表示，这届农作物受损面积计共超过1786公顷，损失的金额是2亿900多万左右，加上畜产的1亿4000多万，渔业损失的1亿9000多万。计共即个风台带来损害超过5亿5000万，会赶紧完成财损的统计，向中央提出经费的需求，甲复原计划。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基镇的垃圾水处理厂因为未堪这风台和车桶道全白讲，这垃圾水纳入去社区有几若10户拢饮水。目前这积水是退啊，有立委就招相关单位甲民众开协调会，讨论赔偿甲补助，也希望找出原因，量早甲设备修理好势。工作人员又讲，救地甲基镇上地里人家厝的内外外四界拢消毒好势，因为车人暝中区污水厂的抽水管未堪你风台雨做一摆关一摆造成白光，所有水就亲像安尼流一摆上地里，徛喺内底饮水的水分也阁看现现。民众讲，车七清一工大大，听讲今仔日要开协调会，除了赔偿以外，因望公司的安全性爱加强。污染门层什么都那个都坏掉。内面都太过干，阮这厂爱改善，爱甲讲搁用好势，无你啊搁一届来，阮靠法度咧。这拢大人趁食人，也毋是讲做迄落个啦。水利局讲，高雄总营以南小港以北的污水拢是留来基镇遮处理，当初设计拢有考虑到广线强度，不过经过30-40档物件留久，再加上风台雨做一摆关一摆，才会造成白光。协调会当中，立委要求相关单位，除了先针对第一条污水广线做安全加强以外，当日施工的第二广线进度也要提升。是咧措施，不管是围墙，还是咱的一寡，还是咱的讲吼，包括开5000万，还佫其他讲的清修啥，迄拢爱来做。中央的补助，咱趁即届的补助来做专案来送，其他部分市府会来。拄大家拢讲伫家具，也是一寡设备等等，迄就是检举，就是发票也是收据，阮就照事实认定去发互你。协调会最后针对补偿的部分，收债户要求1户10万，水利局表示会带过研究，另外再赔的部分会以专案处理。关于受损的供线设备，会伫2个月内修复完成。你初步会先加关厂区的围墙甲涉水的供线，避免再次破洞流入社区。记者柯家族副超用高雄仓报道。台南木栅6区今仔日是继续停班停课，到早起10点为止，也有48000多户失电。消防分队有传发电机，互民众冲手机啊。若失电的期间，北门区有里长呼吸器断电，无法度捧全过身。另外，南昆新大天府的牌楼倒去，有民众走来要偷摕上午。
电火条啊，规排都伫咸水往新营74乡道，但若是风台车人扫过台南咸水顶真济行政区，迄一暗就停水停电，到即马，毋过民众拢正体谅。实在讲诶，有那足辛苦诶，因为我有出去看，迄重要诶干道，迄电火条拢断足济。台南停电户数有19万2000多户，台电人员用要无休困电池抢修，到七月早起10点，停电户数约有4万8000多户。咸水区公所透早找协力厂商协助修电线，当地消防分队虽然停电，也准备发电机给民众用。准备一台小型发电机跟延长线，那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自备充电线跟变压器到分队使用。我们也跟家人要报平安，也都是没办法。那家人要找我们也无法，所以我必须来这边。民众坐伫消防队为手机充电，消防队7日尾暗宣布各分队开放手机充电，方便民众对外联络。停电毋但互民众生活不方便，7日透早北门一里长因为停电，呼吸器无法度用送医，最后救无倒来。慢性疾病所以就是有卧床的情况啦，然后也都是持续的控制当中。5、6点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啦。风台重创台南南昆新大天府43年历史，天然气做的牌楼也因为强风倒去，到伫庙方保养整理环境的时阵，竟然有人想要偷踢。警察甲我讲已经放伫车顶啊啦，这是过程拖车啊啦，我讲慢啦，我相信讲这是咱附近这阿妈的，这拢乡附近的乡亲啦，迄也毋是惯车。庙方表示，相信民众毋是故意，已经对警方表示无愿意追究，因为除了牌楼，也有下皮这结果甲设施，互风台损毁。庙方已经接触厂商，准备用重机具清理，但环境整理了后，才建议相关设施的保存甲修理。记者综合报道。风台造成中南部大损失，花莲的水拿有老大人的厝顶挂起互吹走去，规暝拢无通困。消费处表示，因应风台有开2大避难收容所，目前有10多户弱势个案，需要有人甲倒还厝。今日去厝内面，厝中因为风水头规个头壳变过去，造成木材总风的天棚塌落来，甲客厅的桌啊、椅啊、电器用品拢跌掉。初7半暝1点外，云林水南乡家己一个人大的10大人的徛家，厝顶互风台头壳飞起，目前无法度大。都抓拼落来啊！规个都拢现啊，拢现的飞几啊！我是有看飞啊，白苍苍啊。我们公所这边及县府会全力帮助这些乡亲进行那个安迁救助计划，以及启动双 B 计划，来协助这些弱势家庭。水南乡公所讲，迄当阵接到通报，就随派人过去斗3工，而且联络老大人的厝内人来做移情安置。根据云林县政府社会处的统计，这摆风台云林山海线开3个所在的避难收容所，以风泰里安置56个人，风台过后嘛拢登去厝啊。我们在昨天呢也全面的积极的启动，请封锁的部分能够就是全面清查盘点我们相关的这些弱势家户，是不是有房屋需要修缮的情形，特别是像刚刚提到，就可能像屋顶被掀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另外，差不多10多户的弱势个案，正需要较紧修理厝。经过评估，会启动一个人大的老大人，也是弱势家户风寒风妖相比计划救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拍过苏家路甲牛车来去的台南咸水换来影视基地，去互风台扫过变甲如苍苍。文化局表示，目前正在拼征收，希望尽量莫影响到剧组拍戏。那伫涂骹的叶皮啊，甲石头，互人无好通行，也那一寡墙啊，也拢倒去。台叫真重要的拍片场景，咸水换来影视基地，伫风台大风雨过境了后，全区停电，门阁互强风扇倒，厝顶也掀开，园区内甚至阁有所在积水也未退，真歹预估损失。有建筑物的部分都是有损毁的，包括大门、窗户那些都有被强风吹破。有请专业的那种厂商进来，快点评估，帮我们快点修缮。对，因为目前也是有一些剧组在接洽中。文化局评估过去开2摇打造的斯卡路片场灾情上严重，包含壁、场景等建筑强要起了。场内剧组的道具也算长，因为后续有其他剧组要翕，台南市文化局紧急联络厂商，希望赶紧抢修复原。
有几个仓库，事实上它的屋瓦都被压坏了。希望是星期五的时候先园区进行开放，所以它大概会停3天。花来影视基地是台南咸水花来糖厂伫拍园大约25年了后转型。7年以来，台南市府投入超过8亿来活化。目前基地内底有4大主题场景。文化局表示，这个严重损伤需要开时间修复，目前也已经启动紧急处理，希望尽量莫影响到剧组拍片的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掠到一桩违法囤废弃物的案件。在嫌犯买几若块农地，甲土石挖去卖，再搁用用建废弃物甲地囤互平。目前检方甲11个嫌犯起诉，求判有期徒刑3年以上，申请没收8亿，查扣17台拖帮车。开挖发现农地下骹有大废弃物，环检警搁再联手出破一桩假租地，借种地名义。甲非法的用建废弃物囤长期的重大环境犯罪案件，桃园地检署最近侦结起诉姓吴的被告为首的11位嫌犯甲4间公司。任被告等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于近日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申请没收8亿余元，并查扣17辆一引车。这件案件发生在大园区新屋区，2024年2月到3月期间，涉案的姓吴的主嫌和特定的轻度业者交结，透过人头的方式买桃园真济农地，再搁用土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套现金，搁来非法挖完成土石卖掉，趁钱了后，甲用假废弃物囤回去。调查发现，主嫌透过人头购地，非法挖除农地土石后转卖农地，甚至深挖7公尺。随后再以营建废弃物进行围填，试图掩饰犯罪。针对这件假租地囤废弃物的案件，检警团今年3月共捕抄3大农地，现场发现废钢筋、插头、塑胶等废弃物。嫌犯为着趁钱，甲土地挖价共要7公尺深，面积有15668平方公尺。破坏土地无法度搁再建造，因为姓吴等等2位被告并不是头一届违反环保法规，所以检方具体求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并且申请没收不法所得8亿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港最近出现真侪水母，侪到这当地农批民拢讲唔捌看。有民间团体认为水母的变质可能和海水的温度变高有关系。花莲港内的水母好几层，这也太恐怖了。一缕一缕白色半透明的体是铺伫花莲港区的海面，数量有够，这是最近几年真罕见的。根据渔民的观察，这阵体是初三开始出现，上高峰是风台进前2天。可能是因为近期可能水温的升高，或者是因为台风过后一个洋流或者是温度的一个提升。那后续如果引发其他生物的一个群聚的话，那我们会跟相关单位来做一个确认。虽然真侪游客拢讲这体啊真水，但带你去看海洋的业者讲必须要机会教育。像海豚，它其实是会吃水母的。那在大海里头，它有时候看到像这样子一个透明的东西，它以为是水母，其实它就会吃到我们的垃圾袋。外界烦恼讲海龟和鳗母鱼这种以体做主食的生物，敢会因为安尼收入来港湾造成受困？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如果有那么大量的发生出进到这个港区内的话，代表着海域其实量可能会更多，所以其实应该是不至于到会因此而诱惑到动物游到港区内。目前体出现的区域，大抵上是伫花莲港上港码头，渔港内面是较少。港区工作人员讲，这个体大多数拢是肉毒性的海龟体，生脱去了几个月就会死亡，就算无细致去吸掉，嘛袂对人体造成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最近网络顶端有一个韩国歌手真唱，伊的名叫做金玲。伊甲家己唱台语歌影片搭伫咧网络顶端，有真侪台湾人去甲称赞。伊讲这台语和韩国话有真侪外音，所以唱起来才会遮尔标准。这位咧唱台语歌的韩国歌手，拄来台湾这个月，目前当咧学台语。虽然正经唔捌接触过台语，不过伊唱台语歌听起来架势十足，发音也不离啊准。伊讲伊拢是用韩语的拼音咧学台语记歌词的。伊讲过大伤失败。金玲讲，原本伊来台湾发展是要唱华语歌的，后来发现台湾人哪亲像真介意外国人唱台语歌，而且也有真侪人学了伊唱台语歌，较有感情，也较有特色。反应最好的是碧笋，可能是
因为外国人唱台语歌觉得很特别，很多人说我唱的比台湾人还好。今年背后，阁有一位会晓讲台语，也会晓讲韩国话音乐制作人，捌参与过韩国歌手 IU、BLACKPINK 的音乐制作。伊也利用会晓2种语言来教韩国人唱台语歌。定定咧练习这歌曲的时阵呢，就有发现规个字甲台语是足相共的哦。有啥物人生啊，韩语是人生，啊，阁有时间，时间，这都差不多共款。啊，阁有感动。老师讲，因为韩语和台语真侪音拢真歪，要讲，所以韩国人学台语歌也真紧，音也真准。今年希望未来有一天会当发台语专辑，用外国人的身份唱出台语歌的感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金曲奖结束到达已经1礼拜外，台语歌王陈以恒和台语歌后李德心，因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冠，强要是政治全名总包。有广播主持人就认为，这和几年政策的推动有关系。歌声是很诚实的，在里面呢会隐藏真侪个性以及咱经过的代志。譬如讲，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小查某。第36届金曲奖伫8月28颁奖典礼以后到达已经1礼拜，台语歌王陈以恒和台语歌后李德心等人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冠，共要前20名总目。有咧关注台语金曲的广播主持人也就认为，这几年台语和文化政策的推展，鼓励多元的台语创作，嘛进一步互有兴趣听台语歌的口啊扩大。无共款的音乐的风格，无共款的表演方法，其实就有无共款的人去介意。伊无局限伫讲，敢若固定一款方法啦，所以伊当然即个市场就会愈来愈分化出去。我讲这是一款，包含讲少年人，伊无定着一定爱遐高听会清楚台语，毋过因为风格多元的，互因愿意入来看。阿定嘛指出，侪台语歌手创作拢有带家乡的腔口特色，也拢有请台语顾问。伊认为这是互台语创作愈来愈有路的关键。另外，学者表示，无论是透过李德心发音的台语歌，还是其他歌手用无共风格和题材的音乐，拢通看到台语歌有真侪可能性。甚至今年金曲奖也以台语专辑摕到年度专辑。学者认为，伫咧中国抖音音乐强势影响之下，台语歌范式会当作为台湾流行音乐的文化输出来走向国际。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因即马有够大的吼，啊，迄本钱拢足粗的吼，你慢慢你拼袂过伊啊，你用啥物物件，你会当甲伊做一寡竞争。我感觉是无共款的语言，咱有咱家己的语言，啊，咱的语言是面向全世界的台语的即个语言。学者嘛指出，金曲奖虽然对台湾乐坛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不过伊认为对真侪少年囡仔来讲，影响力有愈来愈细的趋势。学者建议文化部伫咧华语市场渐渐互中国流行音乐取代的情形之下，就要好好思考台湾流行音乐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中部地区29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